新闻一开始，先来看这南韩总统尹锡悦昨暗是宣布戒严，经过6点钟后是搁再宣布戒严，是因为这国会界否决，伊接落来可能就要面对着在野党界弹劾。根据着这南韩媒体报道讲会宣布戒严是这国防部长金良宪来改建议的，也那执政党是要求讲要甲这国防部长换人。目前上届新的消息是，这金良宪已经向总统来证实，而且向民众回信的。南韩伫短短6点钟内，经过戒严搁戒严，测试之下少年的走路，甲平常时共款真无用。公布两点关东亚日报的头版，真大字的标题写尹锡悦半暝宣布戒严，2点钟后去互国会否决。这个封号做是历史上上底戒严令。对尹锡悦来讲，现此时伊政治的支持度无悬，因太太涉嫌食钱，也有累散交易等等的买贷，互尹锡悦头前的路是愈来愈歹行。The National Assembly decision confirms the martial law order void. We, the National Assembly, will regard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South Korea. 在戒严令解除了后，南韩国会反对党议员随在国会大楼外口集会，指控尹锡悦向宣布戒严，这已经构成弹劾的条件，显示伊的判断甲状态无属上个离经，无适合做总统的职务。 무장군인과 경찰, 국회의원들의 국회 출입을 막고 남함으로써 국헌문란의 내죄를 완성했습니다. 根据南韩英文媒体《韩国时报》的报道，这件戒严的闹剧是国防部长金良宪直接向尹锡悦建议执行，过程当中并无甲内阁来沟通，所以总理甲幕僚拢完全唔知头唔知尾。这个戒严令引起朝野的批评，嘛互尹锡悦陷入困境。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在野6大党已经向国会提出弹劾尹锡悦的议案，总统府高阶幕僚嘛集体表达要请辞。目前南韩执政的国民力量党已经达成共识，解除国防部长的职务，也有内阁总辞。为了避免武装军警甲直升机进驻国会，这种防真惊吓的场面搁再发生，南韩国会事务总长金敏基宣布为即时开始禁止国防部的官员甲警察进入国会，避免国会议事运作受到阻碍。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